好来，乡亲啊，台湾的秋天是这个黄头路这种的白灵丝往南边咧潜耍的时间，一定会经过森林古坑的江湖。这个鸟只拢会伫咧江湖的天空来洗飞，都必须是一尾的白龙，场面真壮观。一大阵的鸟仔伫天顶飞，看起来都袂输是一张白色的大布。当年秋季的时阵，古坑的江湖地区固定拢会有白灵丝经过，这个奇景嘛吸引全国各地鸟迷来欣赏。假设1万只，红头白鹭，它会变成分裂式的阅兵，变5个纵队、10个纵队。哦。然后在绕一绕的时候啊，打圈绕一绕的时候，它会结在一起，就变成一大队。在地居民讲，这个白灵丝潜耍奇景真早就有，古来开始引起鸟迷注意。江湖社区发展协会嘛讲，鸟群拢会伫清水溪休困，而且江湖的地真宽，视线真好，是看鸟仔的好所在。成千上万的那个黄头鹭哦，伊吼一直飞到40天，今仔日算10月初啊嘛吼，还佫4、5天的时间吼，伊就是为做南投竹山遐入来吼，伊是飞去阮江湖，飞太兴。今年江湖社区白灵丝的潜耍差不多会到10月中旬，过头是看鸟仔上好的时间，若是有趣味的民众，就一定要把握时间赶紧来看。